主要係跟當地一日遊，結果登別洞爺湖。現在身處函館，會坐一架特急列車從函館前往札幌，全程需要5個鐘頭30分鐘。首先，照舊喺酒店入邊享用自助早餐。自助早餐片段已經喺上一條片度提及，唔會再提及。有興趣睇返。跟住嚟到函館車站，由於函館當地有馬拉松原因，所以呢度嘅交通呢就都係有所影響。喺搭急列車之前，首先會去函館超市揾佢哋嘅生早餐，同埋食佢哋嘅當地海膽。不過由於都係馬拉松原因呢，呢度嘅人呢都唔係話好多下嘅喎。我就係選擇呢一間餐廳，享用佢哋嘅海膽早餐。一個海膽嘅價錢就約2000日元，即相當於折合於港幣100蚊左右。不過喺日本當地食一個叫做海膽係零舍不同，係要點豉油同埋 wasabi， 食落去呢就非常之 Q 同埋好滑。下次去北海道要食海膽啦。當地時間8點35分，喺函館車站準備乘搭特急列車北斗5號前往札幌。全車為指定席，沒有自由席，需預先購票。由於車程長，先到呢個四季取館鋪頭裏面度買便當上車食。除咗買便當、買水、買零食先好上車，因為車程非常之長。而家入咗站，就而家去揾個月台，個月台位於2號月台。記住 IC 卡就只能夠去到北海道嘅新函館北斗個車站。然而舊時嘅江差線就即叫做道林鐵路線，唔可以用 IC 卡，敬請留意。舊時嘅江差線亦即叫做道林線啦，係因應北海道新幹線開通之後，就轉俾第二間公司嘅第3部門鐵路。咁當然呢條線係屬於新卡拉嘅路線，所以就班次比較疏，搞個截至1個鐘頭半一班。咁除咗普通列車之外，普通列車就去北大嗰邊，呢個佢嘅座位嘅編排22位，同埋所有柴油火車。而家列車終於開出啦，就準備展開5個鐘頭嘅車程前往札幌車站，中間會停洞爺同埋新函館北斗個車站。你睇下呢個函館嘅景色，就同當時嘅長崎車站差唔多款，全部陽港灣式月台。長崎車站因為俾新幹線原因呢，就已經變成高架化。呢種古舊特色車站只能喺函館車站裏面度見到。前往函館方向，坐在車嘅右邊就會見到海岸線。喺呢個海岸線裏面度呢，佢係特別之靚嘅，記得影相啦。車上仲有車內販賣服務，喺日本車站裏面度已經好少見㗎啦。中途停白雲車站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通過5個鐘頭半嘅車程，最後喺12點40分到札幌車站。札幌車站都係屬高架型月台。依個車廂號3號呢，就海隊長出口，一出去行樓梯就到售票櫃台。今次要參加佢哋嘅1日團，喺札幌車站嘅北口上車。
12點50分準時喺函館站開出，玩足半日。服務係由12點50分開出，就由札幌巴士總站北口上車。只要認到個靚女導遊同埋巴士，咁就上車㗎啦。由於我有大型行李關係，司機好好把我的行李放喺車廂下方，跟住就札幌開出咗之後，嚟到下一個車站大通公園附近，會接送下一批嘅乘客。今次嘅一日遊嘅行程，首站札幌接載第一批乘客，再喺大通公園附近接送第二批乘客，約莫20分鐘後到大通公園。呢個就係札幌電視塔，稍後會有片段詳述介紹。大約坐咗成1個鐘頭15分鐘嘅車程，沿途山路之後，嚟到洞爺湖嘅支笏湖嗰邊呢，就已經差唔多到咗今日所要嘅地方。其實呢，支笏湖嘅地理位置就基本上同河口湖差唔多，只不過支笏湖嘅獨特性係比河口湖更強更勁。就到下一個要落車嘅車站落車，咁就已經到咗第一個行程，就係支笏湖嘅公園啦。跟住嚟到支笏湖嘅公園呢，就基本上就同河口湖嘅模式就有啲唔同。跟住一落去下面呢，就有啲賣小食嘅花米同糯米嘅。多數都係食嗰啲日本北海道出名嘅特產為主啦。北海道最出名呢，就係佢哋薯仔餅啊，同埋佢啲雪糕，你都可以喺呢一度買啲飲品啊等等啦。亦都係有北海道啤酒，不過重點唔係呢度，而係下個景點啦。而係最多人排隊食嘅。最出名嘅都係食北海道特別名產為主，隔離仲有個座食座，可以喺入面裏面度食下嘢。除此之外，你亦都可以喺呢一度食雪糕。食雪糕係北海道最特別嘅地方。呢度嘅食物呢，就除咗有炸薯仔餅啊、粟米啊，跟住仲有啲叫做忌廉薯仔餅、反辣貝嘅食物啦，大概都係咪1800日元。今日嗌咗3樣嘢，左邊就係北海道嘅芝士餅，中間就反辣貝，右邊就係最出名嘅就係北海道薯仔餅。3個非常特別。先食左邊，佢呢就食落去嘅時候呢，啖啖芝士散發出嚟，炸得好味，炸得好，要食多啲啦。呢個就係北海道嘅芝士餅，食落去佢外皮非常之薄，非常煙韌，好像食年糕，年糕咁軟咁腍。一食落口，芝士漿即刻從嘴裏爆出嚟，就特別好食。好食香港好多，記住嚟北海道食佢啦。跟住嚟到支笏湖嘅溫泉地圖，基本上呢個就叫做溫泉地圖嘅案內。如果你要浸溫泉就係行遠啲咯。支笏湖最大賣點就係佢有好似船，周圍走周圍食，功能猶如河口湖一樣。都係有個船俾你喺附近度周圍暢遊。最重要就係佢呢一度有售票處嘅，可供呢一度即場購票。行咗之後3點鐘上返車去下一個景點啦。下一個景點嘅時候就見返啲陽光㗎啦。而家去下一個景點就係紅木場入口，上車時間4點55分，就嚟到呢個紅木場
下啲北海道嘅名物啦。呢個就係兆和新生熊牧場入口，就可以入去睇下佢哋嘅當地嘅熊啦。由於入場費唔包，自己俾錢啦。入場費係1000日元，即折合於港幣50蚊左右啦。你可以去又得，唔去又得喎。跟住就喺個紀念版商鋪呢，可以隨意購買當地嘅手信啦。不過我係遲咗啲叫做優惠券，可以利用優惠券可以買特色嘅產品，更加可以有免稅優惠。最出名就係佢哋買馬油產品，亦可以喺度食哈麻瓜雪糕。食哈麻瓜雪糕唔夠啊，食個蜜瓜啦啊！而家要去下一個站開檔型湖展望台。展望台附近有好多購物商店，同埋有觀景台，飽覽檔型湖嘅景色。睇檔型湖睇嘅景色非常之好，非常之靚。下次時間要嚟開一次啦。照樣都係有啲購物商店喺度買北海道嘅名產同手信，基本上成個行程除咗去行街打卡睇風景之外啦，不過嚟到呢個商店呢，你一定要去買一支飲品嘅。嗰支呢就係叫做北海道檔型湖特產嘅乳酪。個乳酪因為特別呢，就係獨得意歷史上嘅紀錄遞傳，最多售賣嘅乳酪之一。嗱，呢個檔型湖呢就有個海報 poster 嘅，就整到好似動漫花咁樣啦嚇。呢個就係最佳打卡地點，亦可以上去展望台裏面度睇下啦。但唔好意思，閂咗門，冇得上去。記得飲呢支嘅乳酪，有士多啤梨同原味，就唔可以店鋪裏面飲。跟住嚟到下一個站，就係去 Lake Hill Farm。所謂嘅 Lake Hill Farm，Lake Hill 係個重點， farm 先至係主要嘅主題嘅。首先落車之後呢，就嚟到農場嘅地方，喺個屋仔入面度享用一杯雪糕。今日呢，我喺北海道食咗2杯雪糕。呢個雪糕嘅口味零舍唔同，除咗食雪糕之外，仲可以飲咖啡、食小食、食下午茶，咁就一日。呢個就係雪糕店嘅門口啦。1996年誕生，雪糕種有好多口味，就你有薄荷啊、朱古力嗰啲。我聽過北海道嘅朱古力嘅雪糕呢係非常之特別，所以就叫咗嚟食。食落去呢，佢係非常之腍，多牛奶又好味。食完之後，你可以坐低呢一個對住山影相，逍遙一日。行程嘅最後一站要嚟到洞爺湖，欣賞佢哋嘅洞爺湖煙花大會。每日喺夏季嘅時分，4至10月會有煙花匯演，6點半已經到達。因為北海道嘅日落時間就相對而好夜，大約8點鐘先日落，所以有夠多時間喺洞爺湖嘅道邊裏面度行下。其實呢，就喺洞爺湖嘅河邊呢，就都有人呢喺度悠哉悠哉咁樣去散步。不過最唔少得嘅就係佢係洞爺湖嗰個船，等陣都會出去睇煙花。嚟到洞爺湖點可以唔試浸竹湯嘅體驗？竹湯分別有藥師湯同凍龍湯。呢個就係藥師湯，買毛巾一塊200日元。竹湯呢就係咁樣嘅。呢個真係好熱㗎，而所以因為太過熱呢，所以就冇人會喺呢度浸嘅。最多人浸嘅反而係凍龍之湯，佢有最熱、中熱同埋唔熱3個選擇，上嚟食多人去浸。浸完之後，你會覺得成隻腳舒服晒。
嚟到洞爺湖裏面度唔好期望太高，最多只能夠去便利店買個飯盒食算數，因為好多餐廳都係完全滿座，你就算walk in冇得入去食，單日去食唔得，所以呢，就一定要唔好期望太過高啦。記得嚟影下面嘅渠蓋，佢係綠尾嘅渠蓋 Pokemon 嘅。呢個就有特別提示，就係浸完通之後呢，就可以一拔玩呢就好舒服嘅。啱啱已經開始叫做日落嘅時間啦，到咗接近日落嘅時間，咁就煙花季節開始時間。因為北海道位於北嘅地區啦，高緯度地區，所以日落時間比較遲。真係架船已經差唔多出海㗎啦，準備放煙花。煙花效果麻麻，唔好期望太高，敬請留意。煙花完咗之後，大約下晝9:15上返旅遊車，坐個半鐘頭車返去札幌站。事前需去廁所，敬請注意。呢個就係洞爺湖嘅燈飾。最後夜晚11點返去札幌站，就完成行程之旅。途間就冇食過嘢嘅，就去便利店度買啲嘢嚟食，返嚟食個宵夜。今晚會入住華盛頓廣場酒店，聽日會去小樽行程。下一條片再大家分享過，再見。